深圳有咩做？2日1夜新酒店飛車自助餐旅拍，帶你去盡戶外飛車。2025年最新落成嘅酒店，有室內泳池、健身房。我喺 Alipay Hong Kong book 咗個 package， 連星期5、6日都適用。等我開箱一下高級客房，有基本嘅茶區、飲品、餐台、貴妃椅、落地玻璃開揚景觀，陽光充足，仲有工作台、2張舒服嘅單人床，空間感十足嘅浴室，免治馬桶，企缸都好寬闊，床褥好舒服。就連無線嘅充電 Type-C、USB 風筒一應推全。酒店仲有特別嘅體驗，有興趣就過去舉命一新時茶會品茗。Package 有包早晚自助餐、鮮豔全日餐廳，一入到去就每人包個椰青，數量限定嘅魚子醬、鵝肝，仲有芝士焗龍蝦。另外出邊仲有好多款式任拎啊，新鮮果汁、紅白餐酒，食生蠔都食到回本啊！真係唔好錯過去個 Tiramisu 啊，戰鬥力十足，我真係由頭食到尾。第二朝嘅自助早餐食物一啲都唔馬虎，酒店好少見到嘅新鮮即製巢皮腸粉，飲埋個回魂啡就開始我 Day 2嘅行程啦。酒店有旅拍服務，有興趣提早預約，專業嘅指導擺出嚟嘅 post 都唔同啲，收到相真係嘩一聲啊！check out 咗之後，酒店開車過去世界之窗，下一站就係極速飛車，我都喺 Alipay Hong Kong 購買，體驗呢個戶外飛馳嘅快感真係好爽啊！記得臨走打卡做賽車手，飛車對面就係大商場，好多餐廳可以依套，臨走買埋麵包返香港啦！